今次係居民咧喺火災之後第一次返到自己嘅家園，可想而知咧就唔係一種中性嘅執拾私人物品，而係咧悲痛、哀悼同埋告別。奇怪嘅係咧，政府咧無論喺修辭啦同埋安排上咧，都強調係去上樓執拾嘅，而裏面咧就充分體現出咧呢個對時間同埋空間上面嘅控制啦，係一種咧人流同物流嘅安排，充分體現出咧科層官僚嘅嗰種工具理性。政府好明顯咧唔係太體會到咧哀悼嘅重要性，可能咧佢哋會覺得喺大火之後冇幾耐咧已經進行咗各種各樣嘅哀悼嘅儀式。至於咧個人咧嘅一啲嘅情緒咧係可以透過一啲專業人士可以解決去處理嘅，而呢一啲咧好明顯係唔足夠嘅。我哋喺咧電視機面前都見到啦，好多嘅災民咧仍然係有一種好哀傷嘅情緒，甚至有啲人咧有一種憤怒之情。原因咧就唔單單係因為咧成個大火嘅責任問題咧係仍然喺一個聽證階段啦，仍然喺調查階段啦，亦都係因為咧好多嘅居民咧好明顯仍然係喺一個哀悼嘅過程之中。舊年咧有一位美國都幾著名嘅哲學家過身嘅，佢嘅名叫做 Jonathan Lear。佢喺佢生前咧出版咗一本可以話係最後一本著作，叫做 Imagining the End: Mourning and Ethical Life。呢本書個中譯可以譯做咧想像生命嘅終點或者意義，悼念及道德生活。指出咧悼念咧係人必有嘅體驗啦，同埋咧甚至係一種必須嘅。人喺一生裏邊咧會經歷好多次咧失去佢哋嘅摯愛，摯愛包括係人啦、物啦，亦都包括埋一種關係。而喺過程裏邊咧，佢咧睇唔到人生無常 （transience）， 所有你真愛嘅對象咧都有一日咧係會冇咗嘅。咁喺過程裏邊咧，我哋體驗到失落同埋死亡啦，以至咧我哋會進入一啲回憶啦同埋想像。精神分析學家好似弗洛伊德咁樣啦，佢認為咧一個恰如其分嘅哀悼咧，其實可以讓人咧去抵抗咧一種內化失落，變成咗一種自我憎恨或者憂鬱症嘅問題嘅。李爾咧始終係哲學家啦，佢就用一種哲學嘅方法嚟去回應呢一個問題。佢引入咗亞里士多德嘅倫理學啦，認為咧哀悼咧令我哋重新體驗呢一種我哋一直追求嘅一種高尚啦、美麗同埋光榮嘅美善生活。而呢種生活嘅意義咧，其實並不在於咧佢能夠永恆存在，而係在於咧人咧喺個過程裏邊咧透過實踐嚟去體驗同埋去認同嘅。香港我哋往往咧缺乏恰當嘅哀悼，而好快咧被推向咧一種我哋可以稱之為常變 changes。常變係乜嘢咧？就係一種我哋冇回望過去，冇認真地喺情感同認知上對待無常同埋失落，而只管向前看，係一種咧盲目同埋殘忍嘅樂觀主義。好多個地方咧喺災難之後咧，都會喺重建同規劃裏邊咧係應對呢種哀悼之情嘅。我舉一個例子啦，喺2001年嘅時候咧，美國咧係發生9/11空襲嘅。喺紐約雙子塔倒塌嘅現場咧，你今日去到咧會見到咧兩個喺地面向下凹落去下沉嘅兩個好似湖咁樣嘅大窿，而且咧係有人工瀑布嘅水咧不斷流去嘅。你去到現場，你會完全感受到咧呢個失去生命嘅嗰種痛楚，同埋一種咧空虛嘅感覺。呢個作品咧可以話咧將一個全國嘅哀悼之情咧化成咧一個喺鬧市裏邊嘅沉思聖地。環顧四周，香港仲有冇啲咩地方可以讓人哋哀悼呢？我相信有，亦都消失咗啦。個人覺得咧，與其話香港人係唔快樂，不如話咧香港我哋有好多嘅哀思咧係無從表達嘅。我哋只淨係一個咧表面上冇悲情嘅城市。